今年的2022水域游戏体验活动哦，那我们除了一般的规划的一个水域游戏体验的部分哦，那我们今年新增加了台南运河的环河挑战，以及我们的一个四昆生的生态探索。环河运河挑战的话，我们会希望说比较专业级的自己带桨，带独木舟来我们的运河来报名我们的体验活动，让各位喜爱水域游戏的玩者们哦，然后体验这一个运河的一个美景哦。那因为我们在四昆生的一个生态旅游部分，我们加上了就结合地方的一个生态聚落的一个介绍，以及水域的生态导览部分。那我们借由一个聚落的发展，以及水样，还有以及生态的一个特色哦，利用导览的方式，让游客除了可以随意体验以外，更能够深入的进到我们的社区，了解我们的社区的一个发展历史哦。每年大概1月份配合我们阿伯乐花季的一个活动，结合我们新化在地的一些观光景点的一个旅游哈，可以带动我们新化这边的一个历史文化旅游观光游憩的一个活动。游客都从我们由新化老街一路游到我们168的观光景点，然后来到虎头埤这边然后到新化林场，还有我们大坑农场的休闲区那边会做一个深度的一个观光旅游。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疫情肆虐的期间，其实我们都到户外走走也是比较健康的，尤其在一些水域活动里面，通常比较不容易造成群聚，因为你看，不管是操舟，不管是这个做其他的活动，都是在水域里面，基本上是人跟人是一定有社交距离的，所以说大家应该可以放心。那尤其时序要慢慢变热了，那大家这个亲水活动，只要在安全的条件下，防疫工作做得好的条件下，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可以走出户外走这个参加水域活动应该是没问题。所以我们今年的水域活动还是要如常举办。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我们规划了好几个地方，包括虎头埤啦，包括这个运河旁边运河新站那边，还有好几个地方，包括天鹅湖这些的，我们都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2022这个水域活动，台南的水域活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台湾本土的疫情确诊人数，逐天拢突破万人。台南市由23号开始实施暂停实体上课1礼拜，除了各校家己的线顶课程以外，教育局的公办线顶直播课程嘛，搁一摆来启用，提供学生佮老师有加一个课程的选择。了解在家长的期待，还有小朋友的需要，所以我们在1天之内就设计出包含我们的手作、自然实验，还有跟小朋友生活相关的认识自己的这些活动。那也根据去年我们家长们给我们的回馈，知道在我们过去的去年的那段时间，带给家长很多的陪伴跟协助孩子在家里也能够培养英语的自学的能力。那今年我们虽然只有5天的课程，可是我们会比去年带给家长还有小朋友们更多的学习的成效。台南市长会体嘛，伫咧开播的第一天来到西门实验国小，扮成知名动画《鬼灭之刃》的主角炭治郎，伫咧线顶甲小朋友问好，同时嘛为教育团队加油，佮勉励。事实上，从去年3级警戒，台南市的应变措施、公版教学是非常好的。今年我们是采取附加的方式，除了各班各校他们有自己老师的直播之外，我们还是制作公版直播教学。为什么呢？因应许多老师教完之后，那有些老师说那你可以再去看看公版的状况那所以说我们在低年级低年级、中低年级，就是1到4年级，我们今年还是持续推出公版的教学。一方面展现了我们
教育体系哈，我们谢谢老师，谢谢学校超强的应变能力。另外一方面也是跟在各县市评比起来哈，大家可以比较这些公版教学，台南市是绝对是脱颖而出的。你看，连市长都出来穿这个东西，那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哈。我们一定会努力，希望带给孩子最快乐的一个线上教学。开播的第一天，结合动画主题，并透过外籍老师用全英文的方式来进行主题式的教学。教育局针对国小1年到4年的学生来推出公版的直播，逐天拢会有26门课来提供给全台各县市的老师和学生会当伫线顶来看课程。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让台南市经济弱势的长者会用得到基本的保障，伫市长黄伟提的见证，由市府社会局争取南山人寿、甲玉山银行共同捐赠保费，甲南山人寿慈善基金会三方共同合作，为台南市年满65岁到75岁领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的高龄长者投保微型的保险。其实我们知道，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政府本来有一些不管是社会福利或者是社会救助，但社会安全网还是有一些这个不足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碰到他们还需要更深一层帮忙的地方。那谢谢我们来自南山人寿，来自玉山银行我们的帮忙，还有这个我们的要保人南山人寿慈善基金会的帮忙，让这些社会安全网的这个能够补得更足，那织得更密，那不会更不容易漏掉任何一个人这一次终于有南山跟玉山补足微型保单在台南市的缺口，就是65岁到75岁的中低收入户。那我跟局长分享，在理赔的统计学上面，65岁到75岁的发生率是比一般民众是更大，等于是这方面保险公司要负担的责任是更重。但是我们何其荣幸，跟南山跟玉山有这个机会，能够接下这个重任，去担任补足这个缺口、最后缺口的一块拼图。所以我们非常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永续经营绝对是我们长期的目标，所以我们在做任何的决策都会把 ESG 放到我们优先的考量里面去。那也期待说一份爱可以牵引更多的爱。那当然，刚市长有讲到说不是抛砖引玉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只是砖而已所以我们也期待说能够透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带动社会，大家都能够往正向的地方来做发展这项的微型保险会用来确保低收入户一单50万的保额，中低收入户30万的保障。如果不幸发生意外，造成失能或者是死亡，有这笔保障会用来协助弱势家庭来减轻经济的负担。估计全市大约有75000名的弱势民众受惠。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画面上这摆满规道的各种的美食，不管是包仔、水饺，或者是手工饼干，拢是透过这一台搁一台的机器所做出来。这个超级厉害的食品设备，拢是林德在地机械厂所设计。因为设计研发大节省人力，百成机械食品机械参加国内外的展览，拢得到真好的成绩。因此，贸易局嘛特别安排国外驻台单位到公司来参访。我们公司主要是做包馅的一个产品自动包馅的产品就是所有的像月饼啦、凤梨酥啦、水饺、包子这种自动包馅的产品，我们主要是在做这个产品因为我们目前有在导这个英雄联盟上下游整合 Total Solution， 帮客户研发新产品，把产品做到商品化。那希望将来我们百成的公司希望就是要做全世界100个城市、100个国家的意思。那目前公司已经销售全世界80国了。那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做全世界100个国家。10几个国家的驻台大赛，看到现场的电视机械，真正是大开眼界。因为只要放入材料，机器就会用家己来包水饺，佫会用完成5层餡的包仔，甚至无共色水搭配的手工饼干。嘛会用来简单来完成。目前这个机器超过80种的专利设计，而且嘛行销世界各国。目前百成机械将调向100个国家、100个城市来行销迈进。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
中嘉宽频联制处资深协理徐雪玲表示，有线电视台深耕地方，采访角度相较于全国性的新闻频道更贴近在地观点，深入邻里社区。只要是人们在意的讯息，就算是修剪路树、善心助人、美食小吃、文化艺术等等，都可以透过地方记者的镜头和麦克风传递。不但上档地方的电视新闻，更上架中嘉新闻网。以前受区域限制的在地电视媒体，串联整合，再透过无远弗届的网络传播，让新闻的阅听选择更多样化。NCC 这几年对于有线电视的地方服务有很大的期许哦。那中嘉集团在这次呢，也特别整合了全省在地的电视新闻，推出了中嘉新闻网。那这个网站呢，我们串联台湾头到台湾尾，从基隆到高雄，我们报道最在地的新闻，有别于全国性，我们的新闻内容是有关邻里巷弄，大家生活周遭最关心的大小事。中嘉新闻网在首页规划上设计了各项便利的分类标签，方便找到相关的新闻。特别的是，其中还设置了媒体识读专区。徐雪玲表示，中嘉集团有鉴于社群媒体兴起后造成的各种假讯息四处流窜的乱象，不但在各地深入社区举办媒体识读的公益活动，更制作系列新闻报道，教民众如何分辨正确的资讯。基于媒体社会公益责任，我们特别在中嘉新闻网开辟了媒体识读的专区。那在这个媒体识读的专区里，大家可以教导大家如何辨别假新闻，还有就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真的有图不一定有真相，所以呢，媒体素养的提升、教育都必须全面性的向下扎根，所以我们才特别推出了这个媒体识读的专区。另外，在中嘉新闻网中，中嘉集团也规划露出旗下有线电视的优良自制节目，像是基隆制作的民意交响曲，以及港都庆年的高雄现场节目，就是邀请民意代表和官员共同讨论民众关心的重大议题。而新市坡和嘉禾所制播的新北后收宅节目，则是从地方人文角度出发，关心同样在这一块土地上认真生活的本国人和新住民。而桃园北建企划的遇见桃乐丝节目，则是介绍默默守护桃园的无名英雄。另外，台南的三冠王双子星的府城人故事，带领观众找寻台南具有故事性的人事物，由受访者现身说法，分享生命精彩故事。徐雪玲说，这支节目不仅是符合在地媒体的直播要求，同时也是满足服务在地民众，而未来也会持续增加各种不同的地方节目，提供更丰富的内容。中嘉宽频集团希望借由中嘉新闻网的设立，提供更全面性、更优质的服务，并且尽一份地方媒体的社会责任，让好声音、好故事能够成为一个善的循环，结合所有在地的影像，被所有人看见。记者赵世渊综合报道。历史超过100档的文林宫，庙内主事妈祖甲李府千岁是地方重要信仰中心。日前适逢李府千岁圣诞，庙方搭上圣寿足典的符啊，煞引来像请的芳仔群聚。庙方主委表示，类似的情形已经出现过2-3届，特殊的景色就参像是芳仔来接受同款。阮庙内底已经有2-3届的这个现象，拢是交代代志。互阮地方会当欢迎，会当平安顺遂，叶拢叶伫头前吼，咱了有一个祝寿两字，拢有伫遐哩吼，规抱啊咧一大堆伫遐，会使较慢慢算，已经有1工外2工啊。当然，阮会搁问神明有啥物代志，可能性是来甲阮迄个李府千岁祝寿吧。传统民俗认为，捧罐到来，象征是天兵天将幻化有形，向神明祝寿，是一种吉祥表现。开始有成立这文苑堂，新村妈祖婆是有这个户民因对大陆报签来台时请过来，历史拢差不多145档，来则奉献，互咱文林宫大家落去以正有灵性。奉献落去，互大家百姓咧共同落去起一个公厝，落去朝拜，后来再陆续有
再个和民将伊的理府千岁、观音佛祖陆续安尼一直请入咱文林宫共同和这信徒落去朝拜安尼。除了文林宫，台南开启永华宫、全台白龙庵、万里万年殿以及延平郡王祠，过去伫神明圣诞期间，也拢出现过澎湃灼烧情景，神奇的景色也互真侪信徒直直讲神威显赫。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一行入去中孝里活动中心，马上就会当闻到凉凉芳芳的精油味。原来这是台中一间专门改善酸痛麻症头的连锁理疗中心所规划义诊活动，而且伫调理进前，阁有中西医2位医师身体面上问诊，掌握每一个患者无同的身体状况，阁安排调理师针对患部进行精油疗灵，舒缓酸痛不适感。我们公司从去年10月就到全省各地比较偏远的地方我们都做一些义诊。那我们义诊大概可以发现很多老人家，大部分都是结构的问题，比如说是退化性的问题，或者是受伤长久以后造成的问题。那经过我们的一些精粹的理疗，加上我们一些的推拿，所以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效果。22号伫中孝里的活动现场，大约来了近100位民众到场体验。本来我这个脚后面那个筋搭住了，但是被他抓了以后现在可以蹲起来了。之前不行吗？蹲不下去啊，这个后面的筋拉着啊。所以觉得跟一般的推拿不太一样。不一样，推拿会很痛，他不会。他就轻轻的帮你推就 OK 了。医疗团队这个来我们社区，然后来我们这个社区帮忙义诊然后帮一些年长者来这边不能出门的年长者进到我们社区来帮我们义诊。那我自己有下去体验，真的是他们这个经络推拿真的是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好。运用精油的萃取物，佮经过调理师专业手法，替真侪民众改善了多年酸痛问题。义诊团队后一场活动，将伫咧东区总经理活动中心登场，酸痛防义诊团队欢迎有需要民众多加利用。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伫今年真侪大大小小的运动比赛中，拢取得好成绩。110年的全国学生运动以及联赛中，嘛传出佳音。台南市长委特特别伫咧市府接见选手，并进行表扬佮勉励。拿下佳绩，为这个台南市争光，成为台湾之光。其实运动这个当然要有天分，但是后天的努力非常重要。所以说能够出人头地，其实第一个选手本身的努力，当然还有他的资质天分，还有很重要的教练、家长的支持、教练的悉心指导。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台南市我们也一定全力透过我们现在的教育局体育处以及未来的体育局，我们用全力来协助我们的优秀的选手找到更好的空间，有更好的运动的机会，有更好学习的机会，有更好的教练跟更多的资源来让成就各位运动上的一个生涯。那也成为对于台南市，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看到哇，台南市今天又得奖了，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对于市民朋友们，对于所有的家长，对于所有的老师，都是非常让人家振奋的事情。也恭喜各位，也期待各位，希望各位将来为这个台南市也好，为我们自己家庭，为我们自己家里，为学校，甚至为台湾去参加国际赛，争取更大的荣耀。选手在竞争激烈的运动比赛中展现出优秀的表现，除了本身的天分以外，嘛需要比一般的人更加努力。同时，嘛爱家长的支持，佮有好的教练来进行指导。上重要的是，要有完整的补给资源，会当让选手有更好的训练品质。台南市会继续提供选手有更好的后备资源，希望选手会当继续努力为家己争取荣耀。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用天然植物萃取出来的蓝色染料，再加入水以及小苏打等帮助反应的原料，并且确认酸碱值后，静置一段时间。烧杯中的蓝色液体居然神奇地变成了绿色，但创办人要我们先别急着惊讶，
他缓缓放入一只白色的袜子，浸泡后的绿色袜子随着与空气氧化，渐渐变成了带有渐层的漂亮蓝色。这就是蓝染的简单流程。我们用氧化还原的方式做了蓝色染料，完全不需要用温度的方式去增加它的反应速度，完全不需要。你知道这有什么差别吗？我免也会，我随时被腻，我得当腻，所以它有一个这样的方便性，而且它有一个不可取代性。然后呢，它的原理是用透过渗透压，氧化完了之后变成蓝色，对不对？我再放下去，然后再打起来，再让它氧化，它的颜色就会一层一层一层叠加上去。所以像我们这个颜色，我们颜色其实就是看你染几次，它颜色会越来越深。本业是建筑师的空间创办人，因为对于蓝染创作的兴趣，一头栽进这个领域，不满足于单纯学习技法，而是更深入钻研这一块领域。从植物原料的种植、染料的萃取，到如何应用在实际生活，最后更在眷村中开设工作室。其实知识的传递跟累积，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不断的开课程，然后去上课，就是去讲解植物染它本身的那些好处、优点，让他有基本知识之后再去玩，他才会理解。他们在苗栗的农田种植蓝染原料，而高雄工作室则是作为创作基地，实验如何将蓝染应用在实际生活，并利用体验活动分享天然植物染的好处。所以天然植物染跟化学植物染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在于我们天然植物染其实可以有效的去运用植物它本身它的功能，搭配在我们人身上，抗菌、除臭、抗紫外线。对，其实原理都是我刚才说的，植物它本身它就具有的功能。而除了推广，如何把天然植物染的优点转化为实际产品，创办人也提到他们目前的2个概念，一个是把抗菌除臭以及天然气味结合到生活必需品，例如上衣、袜子；另一个则是旧衣重生。旧衣重生，你有纯棉的衣服很好，可是褪色颜色褪色了，我们来染，让它重生，而且染过之后，它可以有另外一个样貌，你可以有一个新的衣服重新穿。被染成蓝色的双手支架，象征着创办人对于蓝染的痴迷与研究。而他也希望有更多有兴趣或是不同技能的创作者参与到这个空间，找出更多关于植物染的新想象。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